根據今個主日嘅福音，我哋作為天主教徒，要學洗者若翰一樣，為天主嘅羔羊做見證。經文記載，若翰高呼：睇，天主嘅羔羊，除免世罪者。呢句話唔單止講明耶穌嘅身份，亦揭示咗佢降生嘅目的，就係為咗拯救我哋。本身無罪嘅佢，透過犧牲自己，救贖全人類。而呢份救恩唔係靠我哋自己可以賺翻嚟，而係天主白白賜俾我哋嘅禮物。我哋做信徒嘅第一件事，就要承認耶穌係天主子，要好似若翰咁，勇敢為信仰做見證，唔使驚俾人笑或者質疑，要敢於喺日常生活，無論係喺家庭、職場定係同人交往嘅時候，活出福音精神，用愛同誠實待人，等基督嘅光可以反映出嚟。第二，要學識保持謙卑。若翰本身係一位受人敬重嘅先知，但佢情願退後為耶穌鋪路，甚至話我連替佢解鞋帶都唔配。我哋同樣唔應該自視過高，反而要效法基督，學習服務他人，特別係關懷有需要嘅人，實踐愛德。第三，要靠住聖神嘅力量去生活。經文講到，聖神好似鴿子咁降在耶穌身上，而耶穌要用聖神為我哋施洗。我哋領洗時已經領受咗聖神，所以要常常祈禱，求聖神指引我哋嘅思想、說話同行為，離開罪惡，活出聖潔嘅生命。另外，亦要好好珍惜聖洗同聖體呢兩件聖事。聖洗係我哋加入教會嘅開始，代表同舊我告別，活於基督。聖體就係同耶穌結合嘅時刻，每個主日去彌撒領聖體，就係同天主重新連結，急取力量。最後要學若翰引人歸向耶穌，好似當初兩個門徒跟隨耶穌之後，不但自己信，仲急不及待帶親友去認識主，好似安德肋帶西滿伯多祿一樣。我哋都應該做福傳嘅人，用生活見證吸引更多人認識耶穌。總括而言，實踐信仰唔只係形式上跟規矩，更係要由心出發，用信德、愛德同望德活出基督嘅樣式。每日問下自己，我有冇睇到耶穌？有冇為佢做見證？有冇讓聖神帶領？只要跟住若翰嘅榜樣，指向耶穌，我哋先可以真正活出基督徒嘅使命。第二天，若翰見耶穌迎面而來，就說：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，就是他。我說過，有一個人在我以後來，但他是在我以前的，因為在我之前他就已存在。我自己不認識他，但我來用水施洗，為使他顯示給以色列人。若翰又作見證說：我看見聖神像鴿子一樣自天降下，停留在他身上。我自己不認識他，但那派我來用水施洗的曾對我說：你將看見聖神降下來，停留在誰身上，誰就是要用聖神施洗的那一位。是的，我已見到了，我可以證明，這一位就是天主所特選的。